第三节有一寡较难的，我读一摆，咱来看。上帝拄我罪恶，哪当离西的远？好，过来。哪天离地悬二尺度，啊，过来哦，主爱难得推算。好，搁一摆，共义，啊，毋过读无共款。哪天离地悬二尺度，好，二尺度，主爱难得推算。啊，过来，迄个第二节，第二座卡普表，又且有没有能力？又且又个，毋是又请日日照顾养饲，又请日日照顾养饲，安尼好。咱来唱第二节甲第三节。第三节呗，第二节。上帝大大慈悲，笑我拢无罪过，又请日日照顾有慈，我必得着祈福。第三节，上帝最好，那当离世的好，那天你对关路切多，主爱咱的推算。好，再来第四节遐我无讲到，迄个第四节第二部表，上帝也疼敬伊的人。有时候爱啊，伊写疼；有时候爱就是爱。吼，啊，这个第四节写上帝也疼敬伊的人。好，咱会记了，较顶仔吟诗的时阵会记哩迄个安怎读。咱搁来献信息246首，信息246。咱唱第一节、第三节，变来。上帝听疼有归罪，一定欢喜降落地，求你点阮卑微心内，显出你极大情爱，求主你是主。第三节，求你定心做阮心事，清气无点无要命，互阮看见你大救恩，完全归恩来亲近。闭慢心来做今仔的敬拜。
恁着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着往耶和华唱歌，着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侮辱。吟诗信诗第35首，我心实在懊恼，请会众起立。咱犹原徛立，来用使徒圣经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日个死埋葬罗营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第21篇，请大家掀开21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全地着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唱歌来到伊的面前。咱是伊创造的，咱是伊的百姓，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着感谢伊，学乐伊的名，伊的慈爱到永远，咱共心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为阮赔命，
你为阮留保护，互阮会当即马搁活在这世间，成做你的器皿。主耶稣，无论破病、艰苦，阮拢要感谢你，学努你，因为阮知这一切拢是阮生命的过程，阮也无忧愁，因为阮知你失去拢伫阮的身躯边。阮唱诗歌来感谢你，学努你，阮要学你的样式，成做一个谦卑的基督徒，有一粒爱人、爱心、爱主的心，成做袂信主的人的光。安尼期待到甲你见面的迄一天，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学努信歌队所要学努的诗歌是学努的歌。今仔日的经文记载伫诗篇第100篇第1节到第5节。全地着向耶和华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努入伊的院，着感谢伊，学努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讲道姊妹牧师讲道的题目是上赞的歌。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
特别上帝，愿感谢你，主，因为你为阮所备办遮的一切，你所创造的世界，主，互阮每一个人会当享受伫主你创造的内面，互阮会当欣赏，互阮会当享受，互阮会当享受伫人生中间所有的一切。主，愿感谢你，因为遮一切拢是对你来。感谢主，你对阮的疼，也恳求主，今仔日借着诗篇100篇。互阮会当搁一摆仰望感谢，阮的感谢是出对内心，阮的懊恼也是出对阮的内心。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6月1号，5月5月总算已经过去。即个过去的即个5月有淡薄长，搁若亲像是1万年久的代志。今年的5月充满欢喜、生气，也有悲伤。咱回想5月第1个礼拜，咱郑小姐的身躯有出问题，伊到伫病院。伫病院的这个过程起起落落，有侪兄弟去病院甲因探访，为伊祈祷。咱怀抱信心甲盼望，伊会当亲像过去安尼。照常，搁倒转来到伫咱的中间。总是上帝并无照咱所期待的来行，伊将郑小姐带去迄个咱无法度经历，却是一个搁较水的所在。伫迄个深沉哀伤的时刻，咱有会当搁3件的盼望。搁来5月第2个礼拜，就是咱逐年要来庆祝一摆，咱爱庆祝一摆的母亲节。对于囝儿来讲，上赞老母的疼，感谢老母的疼，少年遐已经无伫身躯边的老母，这是逐年母亲节理所当然的代志。毋过，并毋是每一个人拢同意即种的做法，因为有的母亲伫伊本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伊并无感受到老母的疼。原本上帝替咱人所备办的迄种老母疼细囝的迄个本质，因为人的有限，因为人的罪性，伫伊成长的这个环境的过程中间受到破坏，直到有的母亲会气杀家己的细囝，会苦毒家己的细囝，会恐吓家己的细囝。面对即种的母亲，遮的囝儿只有生气。因对老母生气，甚至对上帝感觉生气，也替家己感觉真悲哀。就算讲伫即种的境况，咱也着感谢懊恼。要感谢什么？要懊恼什么？因为耶稣的疼甲救赎，即款的危险甲生气会当受到斩断，是会当袂继续遗传落去的一种的情形。甚至，伊家己本身也会当成做一个互囝儿的疼所围累的母亲。伫即个五味杂陈的母亲节，咱也会当有伫耶稣基督内面顶头生的盼望。搁来5月第3个礼拜，是送别郑小姐的日子。有的人的心中充满危险。因为原本想要对伊讲的话袂赴讲，原本想要对伊所做的代志也袂赴做。有人的心中充满犹豫，甚至淡薄仔生气，想讲事态话遮尔紧，到底是倒位出问题？就伫即种还袂想清楚的过程，就安尼目送他离开。在这充满迷惘的送行中，夹杂着对上帝主权的顺服甲信靠。最后5月第4个礼拜是牧师查某囝的婚礼，是一段充满欢喜期待的日子，也是一段偷偷眯起来流目屎的日子。顶礼拜伊个牧师甲英法慈好厝边分享阮的心情。
当阮咧分享的过程的中间，竟然有在座有几若位母亲的目屎就安尼忍落来。其中有一位妈妈哭甲袂讲话。阮大家拢毋知影是啥物原因，互伊遮尔深的感触。总是阮知，伫迄当阵，耶稣的疼有摸着伊，耶稣的疼也有透放伊的内心。虽望咱无法度常常有好天，总是会落雨，毋过乌云过去，一定有好天，甚至还会有彩虹。第5月，咱做伙经历人生的欢喜、哀伤，我们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咱的心情有时写伫个面呢，有时是刻伫个心头。诗篇也是安尼啊。总共150篇的诗篇，将以色列这个信仰团体约1000年的共同的经历，全部浓缩在诗篇里面。诗人用真简单的文字记录落来，亲像咱借着影片、借着文字、借着诗歌来表达咱的心情，也表达咱对主的信心。所以接下来咱就来看这首诗篇。这首诗篇真明显是诗人对咱的呼吁。咱做伙来看就报后壁面有今仔日的经文，咱看第1节到第4节，咱会当做伙来读，请。全地着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领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好，咱读到这。咱安尼在读的时阵，毋知大家有发现无？因为牧师有特别标记粗黑体字出来。当咱在对别人讲你着安怎搁安怎的时阵，就表示迄个人现在并无安尼做，迄就是讲做了也未够开。所以意思是对诗人所看到的现象，伊发现全地并无耶和华出欢喜的声。迄当阵。对全地普世、全世界的迄个观念，甲咱即马完全无共。迄当阵所会当想象的普天下，迄当阵的人所会当想象的全地，大概就只有犹太人所会当想象的范围。因所会当想象的普天下是啥物范围咧？就是耶路撒冷、耶加兰地最中心。牧师照恁的方向，照恁的方向就是东到伫两河流域。是到伫巴比伦，到伫波斯的迄个地界；北到伫亚述；南方到伫埃及；西咧就是到伫就是大海，地中海。就遮的地区，就是当时犹太人所会当想象全地普天下的迄个观念。除了以色列，遮的地区全部拢是拜偶像。到狩猎的时阵，会当耶和华出欢喜的声的人是搁较稀微。到现今21世纪，全世界拢天开伫咱的眼前。根据网络的资料，全世界约有1/3的人的信仰是属于基督宗教，有1/3，全世界有1/3的人口是信基督宗教。所谓的基督宗教，包括就是咱基督徒基督新教，还有东正教。东正教就是已经拍3年拍袂煞的乌克兰、俄罗斯，因就是迄个地区差不多拢是信东正教。还有咱所在天主教，嘛是伫5月发生的代志。天主教第267任的教宗梁14世就任。伫台湾。基督徒也只有5%，事实放伫眼前，基督徒实在是真少数。予
何况讲有真侪基督徒已经无去教会礼拜，只是名不符实的基督徒。过来时阵，佫发现一个现象是，大家并无用欢喜甘愿的心服侍耶和华。牧师分享一个咧，也是伫5月发生的代志。伫5月实在是发生足多代志。有一位某米堂某某堂的兄弟，伊在做教会长照平台的推广。有一天，伊通过朋友的介绍来找牧师甲长老。因为长照平台安尼听起来就和关怀部有关系，也和宣教部有关系，所以迄天呢，就是2位牧师和1位长老、1位长老，咱4个做伙，想要来听伊分享。这个教会的长照平台是到底是安怎？原本关键是伊所要讲的是，教会若有人需要长照服务，会当透过伊的协助，减少过程当中的一些文书文件、公文往来等等的，也可以立刻减轻照顾者的负担。结果，伊所要讲的竟然是，伊要将政府的长照预算转接到教会事工，互教会或者是会友会当透过长照服务来趁钱。伊的意思是甚物呢？伊的意思是，当咱去探访会友的时阵，会当顺续提供一寡服务，譬如讲陪伊散步、陪伊开讲，或者是陪伊来教会聚会等等。若是安尼，咱就会当摕到政府长照的钟点费。阮2个牧师无等伊讲煞，就甲伊念伊就甲伊指责。我和伊个牧师对牧会以来，实在是毋捌遐尼啊生气。阮实在有够生气。当时1位长老甲1位长老也在场，因听了伊讲的遐个话，嘛是感觉真不可思议。毋对，咱教会做社区事工，也有申请政府的补助，总是政府的补助只会当只能够打底而已，根本就无够。牧师讲一个咧，大家就知，政府补助便当，一个便当60块。问题咱即马去外口买卤肉饭，可能也毋拿60块。政府的补助根本就无够，佫较是大家的奉献，还有不求回报、任劳任怨的同工。咱为着福音的缘故，奉献咱的时间、气力甲金钱，佫较莫讲是要为着趁钱。咱去探访会友，是对因的关怀，是一份伫主耶稣内面彼此相听的交陪。是回应上帝呼召，是回应耶稣对咱的疼甲救赎，佫较是回应信心的感动。若是伫其中有金钱利益的往来，彼此的关系就无过是结连伫主耶稣基督，颠倒是结连伫金钱的雇佣关系。因为当出资者把这些资金抽回的时候，双边的关系就断去啊啦。很现实的，虽然我们现在有一些外劳，或者家里也有请一些长照服务来照顾我们家中长辈的这一些可能是很广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照顾者，他们或者真的是有真心，有真心在疼咱的长辈，总是你若无给伊钱的时阵，伊敢会来？咱若无予伊心水的时阵，伊敢会来？迄就是讲，政府若无甲因补助的时阵，因敢会来？结果，这位某堂的兄弟听到阮2个牧师对伊的所讲的这个话，伊竟然也骂倒转来。伊骂阮牧师讲：“恁做牧师的吼，袂当主动会友来趁钱啦。”佮讲，阮做牧师的，恁做牧师的有领教会社咧，是安怎会友袂当通过教会来趁钱咧？哇！听到这，阮就实在是感觉讲，不用再说了吼。
牧师绝对毋是反对大家接受长照训练去做长照服务，总是绝对袂当打着教会的旗号挂羊头卖狗肉。这位兄弟毋但无用欢喜甘愿的心服侍耶和华，伊也无认捌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伊毋知影上帝是一位断断无用稳用别的上帝匹配伊的上帝。这位兄弟毋知影一位仆人袂当侍奉两个主，袂当相时服侍上帝，搁服侍金钱。伊也毋知当耶稣面对遐为着家己的利益，伫圣殿做生意的人，耶稣是怎样将遐个人赶走，搁将遐个生意人的迄个担拢车倒。伫迄天，迄个下晡，牧师实在有深深体会到耶稣伫圣殿秉道的迄种的心情。耶稣毋但厌恶即种的行为，搁较是对迄个人性命警方感觉真无彩。我心肝头都想讲，万一若有一天咱建成教会会友也伫外口做即种的代志的时阵，我实在毋知影要安怎对上帝来交代。我感觉即个代志真恐怖。若是有即种情形发生的时阵，我真正即个牧师要辞职下台，以示负责。兄弟姊妹，咱搁来回顾诗人的呼吁。诗人讲，咱着用耶和华出欢喜的声。咱着用欢喜甘愿的心服侍耶和华，咱着到伊的面前来唱歌，咱着知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上帝，因为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上帝出欢喜的声，着甘心乐意服侍耶和华，着认捌上帝，因为咱是伊创造，是属于伊的子民。是伊草场的羊，一个胎儿伫老母的腹内，通过超音波显现伫父母面前的时阵，迄种的欢喜实在是袂得过的。我想，真侪兄弟已经知影，咱教会又有喜事。这位长老期待已久的孙子，总算有在老母的腹内，通过超音波，互大家看到。这位长老也有分享，当伊知影迄个代志的时阵，伊欢喜啊！看到伊遮尔啊欢喜，阮伫边仔人嘛对伊足欢喜的。当咱通过超音波的荧幕看着胎儿的。伊会安尼叮当叮当吼，我听见胎儿的心跳声。我们怎么可能忍得住不向上帝欢呼呢？上帝出欢喜的声是对创造的主上自然的回应。上帝通过老母的腹肚创造咱，亲像上帝也捌对先知耶利米讲。我还未将你创造伫老母的腹内，就已经认捌你。上帝早就创造咱的内心，就已经计划好，爱咱会当照伊所量予咱的一切，成做这个世界的光，成做这世界的盐。咱是属伊的子民，是伊草场的羊。伊无条件供应咱所需要的饮食，亲像一位老母怀孕的妇人人。伊会完全无条件为着即个枵伫腹内的婴仔调整家己的生活，互家己的身躯、身心灵拢会当维持伫一个，互囡仔会当健康成长，伫腹内健康成长的迄种的情形。相时也陪伴养饲伊的环境，互伊会当得到全焦备的照顾。父母会做父母所着做的代志，囡仔也会用伊的全部来回应。囡仔会用伊的笑面
来回应父母的期待甲欢喜，也会用天口来回应父母的疼痛甲规定。一个细囝会用尽各种的方式来得到父母的注意甲照顾，也会尽伊所会当做来试探父母的界线伫倒位，然后伊就会当渐渐认捌伊的父母是怎样的一位父母。咱敢会用学乐来回应天父上帝为咱所准备的一切？咱敢会用欢喜甘愿的服侍来回应上帝的期待甲欢喜？咱敢会伫困境中不断甲上帝相应，靠赖上帝，对安尼来明白伊的旨意，也知影伊的界限？咱敢有伫经历人生种种的过程的中间，来搁较认捌上帝？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只有清楚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咱才会当对心底上帝发出呵乐的声。只有清楚了解父母对囝儿的疼，是完全无法度计算的迄种的疼，才会当体会上帝的慈爱，确实是长阔悬清。如果诚侪有限的人，拢会当为着家己的囡仔做到即种的程度，何况是上帝？上帝会通过无共款的形式，互无共款的人来认捌伊的慈爱甲信实。就算讲咱还未真深认捌伊，迄才是对伊的认捌有淡薄仔偏差。就算讲咱对伊的安排感觉犹豫，甚至有淡薄仔生气。就算讲是安尼，咱也一定会伫人生的旅程中，甲伊的慈爱、甲信实相拄。意思是，咱也无法度伫家己的老母的心上经历老母的疼，也会对别人的老母心上拄着老母的疼。咱也无法度伫家己的心上经历夫妻彼此合一、彼此接纳的相疼，也会对别人的经验的中间来看到即种的疼。咱的相疼是上帝大声疼咱，咱若疼袂落去，是因为人的限制。总是只要咱会当继续学乐迄位疼的源头，不断感谢迄位供应咱一切需要的救主，咱就袂一直踮伫迄个怨叹甲悲哀的寒天。咱若伫忧伤生气的时学乐主，上帝会用伊慈悲甲咱揽调调，甲咱安慰，甲咱鼓励。咱若感觉真欠缺、走投无路的时阵，伫即个时阵，咱若有感谢主，伊也会用伊的信息供应咱、养饲咱、引带咱。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无论是欢喜快乐，还是感觉忧伤、大生气，上帝拢有伫地。伊一直踮伫咱的需要在等待，所以咱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乐入伊的院，咱就感谢伊学乐主的圣名。咱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学乐主。主愿感谢你，用你全能的圣手，伫阮犹豫、惊吓、失胆的时，引带阮度过人生的风影。主愿感谢你，伫阮忧伤痛悔的时，你也用你永远的疼，将阮揽伫你的胸前，安慰鼓励阮。主愿恳求你继续使阮有信心甲盼望，互阮的学乐甲感谢，毋若是通过阮所看。也毋若是通过阮所经历，互阮的感谢甲学乐，是因为主你的应允，甲你的信实、慈悲甲怜悯。愿咱的恳求、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信息第246首，信息第246首，上帝疼痛胜过一切，请会众起立。
请坐，奉献，请书献的当工。请起立，唱奉献诗歌。请坐。公道，请掀开周报的内页。第一项，公道的事项，无论什么时阵，咱着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乌鲁入主的院，着感谢伊乌鲁上帝圣名。第二项，为着肢体，卢雪英、李碧莲、刘淑珍、沈淑慧、陈丽水、黄世琪、陈怡君、杨志谦、林以诺、赖清光、陈秀荣、许章美、郭仁吉、李雅娜、林朝泰、张美玲、秦之谦来祈祷。第三项，为着咱教会主日学的老师甲家长来祈祷，着用真理起造家己的性命，用主的智慧来教示遮的细囝。第四项，为着即马咱紧张冲突的区域来祈祷，以巴、乌俄、印巴跟两岸等等，求主来怜悯，公义来彰显。好，咱共心压头来祈祷。主啊，求你看顾这个世界，求你互愿意仰望你的人，会当搁较侪来认捌你，啊，搁有其他无认捌你的人，会当搁有机会伫即生来熟悉你。主耶稣，阮希望阮会当
无对着这个世界的波动来影响到阮的心。迄粒虔诚搁听主的心，是阮唯一的信念。愿你纪念阮今仔所仰望你的一切。阮遮嘛要用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安尼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正，伫对你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报告第一项，今仔日这个主日是五月节连假，所以主日的爱餐咱暂停一摆，祝大家五月节欢喜，出入蒙福。第二项，6月7日礼拜六的下晡3:30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注意。第三项，下一个礼拜的主日6月8号是圣灵的降临节，要举行今年第3届的圣礼典，请要受洗更新礼会籍、要设立会籍的兄姊牧师来报名，嘛请所有主内集体备办家己心存敬畏、甲感恩、甲主同齐。第四项，请各团契会长伫6月22号进前提交第3期的7月到9月团契活动的计划，甲何西排班表予干事。团契消息：6月20日拜五。上午的9:30，双年团契会参加庆祝台北中会双年部成立39年的年会，地点是伫蒙甲教会。义节牧师会陪因到阵来参加。第二项，6月14日下晡3点，妇女团契的聚会是电影欣赏甲下午茶。下骹是奉献民生，若有出入来会家来敬敬。上营信息第511首，信息第511首，阿鲁上帝至悬至尊，请会众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助，甲并三甲之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众请坐。请坐。
袂倒必灰，